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嘅生物族群，佢哋万乃都有，长长嘅身样仲係會上眼你嘅目光哦。台灣昆蟲王國地位度嘅生物有千多，唔過呢，人哋啥冇乜了解佢哋呢？佢哋算係高等形容版嘅秘密生物，一下就向下出發，去前看到人哋身邊嘅昆蟲哦。昆蟲抗人情，當年嘅4月到7月係世人嘅慶祝一個古嘅名稱，剪刀高發條嘅季節，行到樹那度，那係拄到學豆殼嘅植物，就當有機會發現佢哋嘅身影哦。因為佢哋真好食一條樹嘅根，愛情剪刀高就停定一條樹嘅，真看下咧。講嘅剪刀高，一般來講會有一堆大角，上來東頂人強又向頭。不過呢，一堆大角唔係用來抽東西嘅，係用來上打嘅武器。講嘅剪刀高，唱嘅就係食物鐵盤，還有細妹朋友哦。台灣嘅剪刀高，大約嘅有50種。一條講嘅剪刀高夾嘅大角，不管大細，形呢、色目就各有特色。一唱係動力去嘅鋼鐵人。唔過馬嘅剪刀高夾嘅大角就看起來較細較短，因為佢唔係用來上打，也係電呢，係為到上輪用來醃木頭嘅樹頭。剪刀高嘅幼蟲孵出來過後就引帶到木頭嘅樹頭度，吸樹嘅纖維，佢哋會引濕引熱出一條龍。有了腦背嘅樹頭保護佢哋當然就係按用無聲無力引濕咯，本次架上到皮質質的。剪刀高嘅幼蟲留幾有股嘅幼蟲上來動槍哦。按用嘅本得出呢，出題對佢一條食嘅東西，未做得看佢一條嘅食物避開來嘅方向哦。赤赤筆咧係剪刀高，黃黃筆咧係雞油菇，前後硬殼，停停兩擺推殼，幼蟲嘅體型引來引去，乜年嘅幼蟲呢會開始為自家嘢一隻刀。為到愛結蟲胞做準備，異化過後嘅剪刀高對木頭嘅樹嘅度刻出來，開始愛面對算唔清嘅對手嘅挑戰，像係來搶食物嘅油蘿蔔，還有來搶鐵盤嘅雞油菇，還係來搶錢嘅同類哦。啲咧一擺又一擺嘅樹拿淘汰賽，但請大人嘅武士將有機會從中接替，有機會你咪做得落一條細細嘅武士，落一場細細嘅決鬥，看看係人嘅素質較厲害，還係佢一條嘅大角較真。